仲有咧，佢入邊咧，佢可以咧令到我哋啲紋紋咧癢啊，同埋滋養啊，同埋我哋皮膚好乾燥啊。佢除咗有臍帶血啊，嗰個提煉，仲羊胎素喎，羊胎素嘅臍帶血喎，仲有乜嘢啊？佢入邊仲有10幾種嗰個植物提示嘅喎。冇錯，佢呢個咧裏邊有我哋嗰個除咗我哋嗰個羊嘅臍帶啦，個胎盤啦，跟住同埋咧仲有我哋呢個煙酸胺啦、角鯊烷啦。即係如果你想我哋兩面啲皮膚個毛孔細細嘅，想我哋啲紋紋少少嘅，想佢提拉嘅，如果你話要平剃嘅，你可以試下我哋呢一款，因為舊年用過嘅，今年99蚊，我要求佢俾多支我哋，就當我生日禮物。阿啤啤如果喺度嘅話，啤啤可以連上嚟。啤啤因為佢自己用過話非常之好嘅呢支。係敏嘅，你打開一支正裝，你問下佢，我這樣敏敏的打開一支正裝，如果用了不合適可以退嗎？7天。我們的話3瓶的話是可以退的。得唔得？你現在這樣，你給我多少份？我給你30份。你問一下那個標標啊，你哋要嘅出聲嗱，阿標標呢一支嘢舊年係咪99蚊3支？你好啊，呢一支係咪99蚊3支舊年？對呀、我今日要求佢俾4支，作為我嘅生日禮物。非常好啊！你聽唔聽得到？阿啤啤搞乜鬼啊？啤啤你飲醉咗。你飲醉咗。嗱，如果你要嘅話，佢真係可以提拉緊致噶。嗱，我叫佢，你說是30份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也在直播間，然後我看到大家也在公屏上扣4嘛，但是給不了太多，不然的話我們很虧。你這樣好不好？你給50份。30份姐姐30份好嗎？那你先上，你們準備下，1、2、3，上架，咁就上咗啦。佢連接裏邊咧，佢連接裏邊顯示係1支嘅，但係啱啱佢已經應承咗話發4支，你哋到手會有4支啊！到手會有4支，到手會有4支啊！到手會有4支。如果你舊年用過嘅，因為我1年都冇買啦，就係進入秋冬嘅季節，我會推1支嘅啫。你攞嚟搽手你都抵啊！我哋呢支嘢。其實呢支精華咧就唔潤唔立嘅，其實都幾爽嘅。鏈接上寫4支係因為我叫佢做定好4支，叫阿亮仔。你話乜嘢啊？阿啤啤？冇啊，即係話俾你聽就唔立嘅呢隻精華係爽嘅，即係唔會話好似黐立立咁樣咯。搽完之後，佢第一佢唔會立，佢第二咧佢可以咁樣去提住我哋啲皺皺同埋紋紋，提住。係啊，60歲人都可以。沒有，我60歲人都可以冇皺紋嘅，用到。來吧，那個如果是用了7天內的話，開了1瓶，然後如果覺得不行不喜歡的，然後要退的話，那怎麼退法？直接退3支回來就好了，然後客服會幫咱們處理。退3支啦，嗱，如果你用咗，你直接退3支就得啦嗱。你睇唔睇到啊？即係只限雙11，然後支持小圓姐姐這個生日，好嗎？你睇清楚喎，你睇清楚喎，佢用咗之後咧，佢紅色嘅嗰啲臍帶血咧會滲入去你嘅皺紋嗰度嘅喎，滲入你嘅皺紋嘅啫喎。冇錯冇錯冇錯。你可以問下喎，因為我未曾賣過99蚊嘅喎，佢因為我生日而破咗呢個機制喎，破咗呢個機制喎。99蚊3支，但係依家就99蚊4支，真係咁你多咗1支都抵啦，大佬。係啊。仲有個嘢喎，你仲有個問題喎，佢意思係話俾你聽，你以前你係咪3支？咁而家咧佢俾4支你，其中1支係俾你做試用嘅，你用完嗰支試，即係你用7日內，如果你覺得唔滿意嘅，你退翻3支得咯喎。佢無啦啦。咪就係佢係無啦啦俾咗1支你用，你用完之後你唔啱嘅退翻3支就得啦。呢個朋友仔話香港嘅莎莎專櫃嘅臍帶，呢個呢，佢之前有個明星代言嘅，我忘記咗佢叫咩名啦，唔知佢叫高乜嘢啊？唔係高咩啊？唔係高。佢話乜嘢啊？香港有得買，你意思係同埋一個牌子咩？我唔知喎，我唔知喎，直播間嘅朋友仔，剩翻9份，剩翻9份。
香唔香啊？你問下啤啤，唔香嘅，佢冇咩味嘅。唔香嘅，唔香嘅，冇乜味嘅佢係。嗰度你睇上去，你見你擠出嚟嘅時候，你見到一啲紅色一點點嗰啲係臍帶血，跟住然後咧你可以搓開佢，一搓就搓開㗎啦。你唔使驚住咁話，我會唔會溶咗之後我一笪笪紅色？唔會㗎。係啊，唔會㗎，唔會，絕對唔會。而且好快乾，好快乾，好快吸收。冇錯，冇錯，即係佢好水性咁嗰隻嚟嘅，嗱就唔會話結踢踢嗰隻嚟嘅。唔會㗎，佢好自由。你搽咗我搽隻手我都抵啊！我話俾你知，搽隻手都抵啊！你睇下佢成分，佢個核心成分咧就係臍帶血啊，係羊胎盤素嘅臍帶血。如果你想你嘅皮膚緊緻嘅提乜嘢拉嘅，你可以睇睇佢慢慢地，佢慢慢地滲入吸收，佢一啲都唔立，一啲都唔油，而且咧佢好貼妝㗎。你搽咗之後咧，你可以搽一塊面可以敷一塊面膜咧，佢會提咗上去嘅，會收緊你啲皮膚嘅。你可以問下做過面膜嘅，搽咗上去做過面膜嘅就知道啦。舊年用過嘅你就知道佢好唔好用啦。你可以搽隻腳、搽隻手㗎嘛，咁平廿幾蚊一支，會唔會好麻煩搽手腳都已經好。好啦，馬上冇庫存啦，好抵嘅。冇啊冇啊冇庫存嗱，馬上冇庫存啦！直播間嘅朋友仔，冇咗啦，冇咗庫存啦。咁我再問多一波嘅啫，循例問多一波嘅啫。仲有幾多個人未拍到嘅？嗱，我同佢講埋嘅啫。講完之後呢，我就換品噶啦，因為佢數量有限，我亦都唔會為難人哋。就係咁樣，用嚟打底做面膜，好好嘅，呢個叫靜靜嘅，係我好多級燈牌噶啦。冇拍到嘅，你這樣再上多30份。哇！真的，因為我生日很快了，下個月就生日了，這個是你的專場，你要知道。我是廣東最牛逼的人。真的，你可以叫我牛肉丸，不是你可以叫我那個啥，你可以叫我牛逼圓。真的，哇，真係你很厲害啊！20分好了，姐姐，我最多給你20分好了。不行的，我就是這麼霸氣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把牛吹上天的，我就。